Ready？ 这江湖有点奇怪，500年才上道的花剑派，师傅跑路又欠债，这门派只能世界未来等待。拒绝摆烂，你写成为沧海，且看不二周刊的存在。人生一生花相容，小刀山写上贫穷真无奈。无能刀光剑影别见怪，进入江湖头条最爱。张胆入学困难在，江湖儿女出途再快，借招拆桥风采孤气在，认输不应该。蓉蓉，我正好路过花间派，顺道来求个婚。江湖救急，快帮我弄做出个婚吧！拉下来。